是一点点辣的，这个是一个黄脆切跟洋葱对，一点点的甜的。So how much is this? 100. All right. So now I'm gonna use my app. I'm gonna use my app to scan the QR code. Just scan to pay, right? Okay. Good. 南非来的朋友到建国来办一个南非季，这个活动非常有意思哈，因为我们台湾的台商很多都到南非那边去投资建厂，也帮助那边的就业等等做了很多贡献，他们对我们呢非常的这个友情浓密了哈。来这边办这个文化季的介绍，让我们对南非更深入的了解。像这一次呢，它就有一个主题就是以5种动物，那其中呢就是以听觉的这个主题来介绍。办了很多的活动，也有烤肉啦、对嘴啦、画脸等等我想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一个作为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来我们台湾介绍南非，我们应该要走出去邀请更多的这个友邦到我们台湾来多多交流。像今天这个活动就非常棒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学生、台湾的年轻人来参与，对南非有更深入的了解我想这对两个国家的这个交流非常值得有意义。I think we are going to make a relationship in future together. And then you see we are wearing different colors. We have the Springbok team playing in Japan. We are rugby World Cup. And we hope this sort of when they see the picture.